做得更好，过得更好。亲爱的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婉哦，欢迎你收看《台南向前行》。台南向前行这个节目呢，是由咱台南市政府制作，最主要目的是要让咱的乡亲朋友大家对着咱台南市政府各局处的业务做一个了解，同时嘛要来给咱的乡亲朋友报告咱台南市政府上新的资讯甲活动，欢迎收看。今仔日要介绍的是文化局吼，要讲的主题是水交社。这不一开始，咱先来看一个影片，听看市长要甲咱讲什么。我们来到水交社，一方面抱着怀旧的心，一方面抱着感恩的心，感谢我们许多我们军人为了保卫国家所做的奉献跟努力。那么水交社园区在过去从明朝、清朝年间一直到现代，都有它的不同的历史风貌，也历经了2战，也历经了这个国共战争。我想这个部分是深具历史意义的，所以在2016年的时候，我们谢谢文化部跟国防部能够通力携手合作，能够把这个水交社历史园区能够花费许多经费来整建出来，这点我们是非常非常谢谢的。那将来我们会好好的营运这个园区，能够希望有更多我们市民朋友还有观光客，大家来这个缅怀过去的历史景致，一方面也来浏览这个地方的美丽的景观。我们希望说这个水交社园区永远存在在这边，成为台南市一个让人家非常非常印象深刻的一个园区。水交社吼是咱南区的一个空军眷村吼，那么随着咱眷村的这个改建呢，这个村民哦，因搬离了后，这个眷村的留伫这个所在吼，那么伫2004年的时候，咱台南市政府吼将这个眷村呢，改指定是咱台南市的这个市定古迹哈。那么伫咱市政府吼，因遮积极的这个维护，搁有改建之下呢，伫去年啦吼，咱的这个文化园区，就是咱水交社这个文化园区呢，来正式甲咱的这个市民吼来见面。那么伫这当中啊，到今目前为止，当然有足侪咱的民众吼去到迄个所在参观吼。那么参观的这个当中，有的人是回忆历史吼，有的人吼是第一届入去到这个眷村吼，拢有足侪的这个经验呐吼，搁有足侪的这个画面吼，互咱丰富咱的这个视觉哈。那么伫今仔日这个节目当中呢，咱邀请到咱台南市哈文化局的这个专委，咱陈修成专委来甲咱的乡亲朋友介绍咱这个水交社这个文化园区。专委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不好，开玩笑哈。没有那个，我跟我们专委哈很熟了啦哈，跟他开个小玩笑哈。那么咱讲的这个水交社文化园区哈，这个所在伫去年12月25已经开幕了哈。那么开幕当然到现在也有很多的这个市民跟游客去的时候在参观了哈。那么伫这个当中啊哈，我知影伊这个过程很长一段时间哈，伫规划啦哈，搁有哈这个改建啦哈，这个过程哈很多的故事啦哈。那么今天你就要请咱专委来跟咱乡亲朋友哈来介绍啊，先跟咱的乡亲朋友来讲一下哈，咱这个算讲水交社的这个文化园区伊的一个缘起，好吧？好，我想这个城市伫发展的过程当中，其实台湾嘛经历过讲，咱咧发展的同时，会拆掉拢足侪老建物，咱足侪文化资产，因为都市的发展其实就消失去啊。水交社嘛是面临到讲，伊要成为一个从化区的时阵，所以迄阵文化局就咧想讲这样的一个眷村文化，伫2005年，国防部正式启动整个眷村改建的计划之后，咱会当看到足侪点资源，有一寡什么大鹏八村、金钟三村，其实很多老旧的眷村，其实在整个整建的过程中，其实都被拆掉了大家对于眷村很多文化开始拾起了一个怀旧，然后觉得这样的东西为什么逐渐在
都市的发展中就被牺牲掉了。所以迄时2004年，他都朱清荣讲到，文化局把最高峡指定为市定古迹。迄时我们就选定3栋降级的官舍、5栋校级的官舍，总共8栋，作为这整个历史那个建筑文化的保存的一个核心区。然后整个园区总共有8公顷，配合整个从化区把这8公顷保留下来。这8公顷保留来了，其实那等于把这个中文区保留一个最重要的历史的脉络嘛，和建筑文化的保存也好，跟一个很大的一个绿地就这样被保留下来。对于整个建筑文化的保存，我相信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重要性的指标。那2004年指定完之后，2005年整个建筑改建计划开始走之后，其实所有的住伫原来住伫遐的馆吼，其实渐都拢搬出去啊。所以2014年开始，文化局就开始进行整个水教社文化园区的一个规划设计。其实伫个2004年指定它为市定古迹以后，其实咱就开始做一些调查研究，然后把很多旧的一些资料、影像都做了很多完整的记录。所以2013年开始规划之后，其实我们历经了15年的努力，从2004年到2019年正式开幕。其实这15年的时间，用这个时间去把做这眷村的文化把它保留下来。希望在这个眷村文化园区，我大概看到最完整的一个眷村文化的再现。所以我们这8栋规划了8大主题馆，然后再搭配我们整个户外园区的一个规划，所以这8公顷的一个水教社眷村文化园区就这样成型。嘛希望大概以后有机会，其实会当人家看一下。是，头拄我一开始就有讲哦，其实我甲咱专委熟悉10几年了。那么我会记迄个时阵，你是文化中心的主任嘛那么在这个当中呢，你拢无离开文化局嘛所以头拄咱咧问咱专委这个水教社的这个问题咧，你要看也滔滔不绝他这个整个过程都非常的了解嘛，甲咱介绍到非常的这个详细那么咱除了讲内底的这个建设啦所有的这个规划，我们都是花空心思包括讲咱先讲一下讲伊的官网介绍伫咱网络顶管的官网介绍那个 logo 就是一个很有创意的一个造型是不是嘛？请咱专委先甲咱介绍一下咱官网这个 logo 伊的一个意象。我想，一个文化园区的 logo 其实代表这个很酷的精神是。咱嘛知影贯村其实是有很多老乡拢去组合成。是。那最高峡这个时候在既是历史的一个核心区，那也是很多人的一个生活的空间。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交叠、历史交叠的历史纹理的一个呈现，所以你看到我们当天的 logo 的是作者一些线条的一个交叠，它表现的是建村巷弄相通，然后居浅相闻。其实每个人生活是非常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一个历史空间。所以有一个精神然后它又层层叠叠的一个历史纹理的一个层叠之下，所形成一个特有的一个眷村文化。所以这样一个 logo， 然后用红色来表现，也让这些眷村的建筑物以及其东是红砖叠成的所以用这个红砖色来代表这个眷区的一个代表色。那这个 logo 其实是请我们国内很有名的一个设计师何嘉欣老师特别为我们量身打造的那这个东西看起来好像很复杂一个 logo， 其实它代表的是在这个区域它所呈现一个历史的纹理跟层层叠叠交错而成，所形成一个特有的眷村的文化的一个纹理。我想这是一个 logo 想要表达这个眷村丰富多样，然后层理非常分明的一个精神。是，咱就是一个民族内底有各种的这个人种啦，就是讲比如讲。像我咱是闽南人嘛咱拢讲台语像这个水教社内底有咱所谓以前咧讲的讲外省人是讲各有一寡咱客家人各种的这种族群那么伫这个水教社，咱知影眷村长大的小孩子跟我们一般不是眷村的咱一般的这个闽南人，他们的生活习惯生命会都不一样那么对这个伫水教社因长大的孩子来讲，水教社因的这个生活，他们的记忆有的人搬离之后，
今嘛哥来重建哈，它是对因一种怀旧哈，和因哥重新回去怀念以前他们的生活，然后那是对咱闽南人的话，可能就是讲以前我咱看的一寡眷村，我们可能都是透过电视啊、电影啊，还是讲底下的报章杂志顶管然后我们去看到这些建筑物，还是讲看到因的生活那么现在我们把这个水交社咱改重新改规划了后，不只是讲原来的住伫迄内底人，还是讲相关的他们去建村长大的孩子，都回去怀旧对着咱一寡在。一般不一样族群的人，那马上去了解一下，可以了解讲，他跟我们的生活有什么不一样？呢，这个建筑物跟我那种什么不相像那么就是讲，进来带有听说有很多的展馆很多咱专为嘛讲8大主题馆嘛，所以我在想8大主题馆内底有足侪丰富的这个内容，是不是给咱的乡亲朋友做一个介绍？咱总共保留了8栋眷舍嘛，那都共有3栋是将官的宿舍，5栋是校级的宿舍。那这8栋当初也被指定为司令古迹，是因为它具有保存的价值，不管它的建筑形式也好，或是它的空间大小。我们也要去考虑说，以未来咱们去做电视的时候，空间是不是适合所以咱把这8栋保留了后，让设定8大主题。第一样就是水交社历史馆。我想水交社以早是明清的时候是大南门城外嘛咱讲的厦门外其实就是都属于比较蛮荒地带所以那时候就是在明清的时候是汉人的墓葬区所以在曾经让你做水交社调研时，慢慢出过明清的那个墓葬群然后到日本时代，伊是变做是日本迄个海军航空队官舍官眷的一个宿舍，然后到我们到中华民国空军，它也变成一个空军的一个眷舍，到雷虎小组的进驻。那曾经美军也在这边驻扎过，所以我们用水交社历史馆，我们希望透过这个一个地形。地物在整个城市的一个发展，来呈现这个水交社整个历史的变迁。从1624年讲到2019年，然后透过很多艺术家的一个手法，然后很多套叠跟在水交社所被保留下来一些物件，呈现这个水交社的一个历史。所以我们有一个水交社的历史馆，我想在这个区域。我们用地图也好，用套叠的方式，用物件的呈现，把水交历史在这一个馆来做一个完整的一个呈现。这是我们的水交社历史馆。那因为我们整个园区叫做眷村文化园区，所以我们有一个眷村主题馆。这个眷村主题馆，我们请龚卓君老师来做策展，然后他以天空的凝视作为主题，我们邀请4位艺术家。然后针对曾经在这边住过的眷户，然后跟他们就有深度的访谈，透过影像、建筑，然后工作坊的方式，然后让他们把他们曾经在这边的生活的记忆、生活的趣味，跟他们对这个空间的记忆，透过摄影也好，透过作品的创作也好，然后透过影像的记录，透过声音的记录，在这一个眷村主题馆，把这水交社最完整。在这边生活过的人，一个最完整的对这个地方的记忆也好，透过他们的创作把它呈现出来这是我们眷村主题馆。那另外我们又保留一个，我们跟台南艺术大学，我觉得很多人对眷村的东西，因为我们也不是在那边生活过啦，所以咱对眷村的物件虽然有听过，但是咱无深刻的印象。但是艺术的表现会当。用较软性的方式打去了解眷村的生活跟曾经的一些记忆，所以我们跟台南大学的戏剧系合作一个那些灿烂烟花的日子，透过戏剧的表现方式，然后用表演的方式让大家可以了解1940年到60年代在这里生活的一些点点滴滴，跟曾经在这边生活过人的一个共同的记忆。他把那些历史我们曾经演过的场景，在这一个展演馆，把这些布景也好、主题也好，在这个展演馆去做一个完整的呈现。这是我们第3个展馆那过来我们保留一个艺术特展馆我想每一个馆都有它不同的主题，但是我们保留一个馆，可以在未来可以邀请不同的艺术家，甚至来驻村，然后针对这个眷村的一个主题，或是周遭的一些东西，去做过艺术的特展。那这次展出的是陈柏一先生，他用40纪诗，因为1949年以后，他
建村改建之后，其实很多建筑都消失了，很多曾经我们对它有深刻印象的东西，其实在拆除的过程中都会不见。所以他透过他的摄影，把那些物件、建筑，还有一些植物也好、食物的味道也好，都把它保留下来。哦，这是一个艺术的特展馆。那另外我们有一个特别的 Air 馆，那个就是。其实我们都知道，美军曾经在台南驻扎过。那驻扎过，其实美军在跟我们协访的这段期间，也留下了很多生活的足迹也好，或一些历史的记录。所以这个2馆，我们特别把美中协访跟雷虎特技小组在这个建军生活过的点滴，在这个馆用一些VR、AR 的方式，或是一些文件记录的方式、影像去做完整的一个呈现。那这是我们特别策划的一个美军在台南一个特展啊。那另外很多东西。其实透过游戏也好，其实都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被容易接受的方式。所以我们有一个儿童亲子馆哦，那其实它展现的是很多互动，然后可以自己亲手去玩，然后去动手做。那透过寓教于乐，在游戏的方式中，让小朋友去了解这整个建筑文化还有曾经在这边的一些记忆哈。那另外我们有2个委外的一个空间，一个就是那个文学沙龙哈，就是米克夏餐饮集团来做的哦。我们希望用文学的方式，然后用一个比较轻松的方式，让大家来认识。其实我们也都知道，以前包括竹篱笆的春天也好，其实很多关于建筑的文学，然后末的春天，其实很多都是透过文学，然后透过电影去展现建筑的一些特有一些东西。那我们也希望透过文学，把建筑文化能够做一个比较软性的一个诉求。那我们对建筑一个很大的一个记忆，就是有很好吃的面食。所以我们有一个面具厂，也是一个委外的空间，然后希望能够呈现建村美食在面食的这一块的一个特有，尤其牛肉面，我想是大家对建村最印象深刻的一个美食，而且是我们特别要去做呈现的。我还多听咱专委的介绍的时候，我讲，专委吼，你读册的时候拢第1名吼。模范生，我怀疑吼背足多数字吼，哇，背个你背偌久哈？为了上个节目，我花了将近2个礼拜的时间，赶快把这些文字去读了一下。我听咱那个专委在介绍这8大馆8大馆内容很多呢这不简单可见咱专委是非常的用心啦来，稍等下咱让咱专委松一口气。我们看一段影片，这是水教社那边提供的啦因为很多咱专委讲的跟咱实际看的我们把它对照一下咱这个影片了还个继续交谈。To yourself and softly strumming your guitar. I could hear the distance.
那么咱今仔讲的吼，这介绍的是水交社，好多啊，咱专为有甲咱乡亲朋友吼介绍内底八大馆哦。我相信呢，咱的这个乡亲哦，对着这八大馆已经有一点啊吼，这个概念啦吼。当然哦，你若深入家己去观赏啦吼，家己去迄个所在吼，身临其境，我咧想，迄种感受一定搁较无相像吼。那么是咱即摆去讲来即个八大馆内底咱即个水交社伊的建筑，当然伊吼甲外口的一寡建筑是不一样啊吼，尤其是咱个重新整修过了后，更有特色吼。那么伫即方面，咱专委是毋是甲咱的乡亲朋友嘛做一个介绍？我想台南是让台湾保留古迹上盖这一个城市嘛，那我们也是一个文化的首都，所以台南保留做这日式的宿舍，最高现在是等于以前是空军的宿舍哈，也是比较特别。台南较侪保留的是一寡台盐台灯，也是汤系所，也是龙系所一寡宿舍嘛，日式宿舍，但是。这样较无共是，伊是对日本时代到即马其实拢是空军的眷舍哈，所以它而且降级的眷舍比一般的都还要来得大哈，也整个空间格局，然后包括校级，其实拢有无共的一个空间的氛围啦哈，所以我感觉保留落来，然后其实伫外口的景观，我嘛是用足侪心去营造哈，然后去过主教才应该发现讲，即个。贵高峡规个户外庭园景观的设计，甲咱一般所看到，大草皮，然后就是种做者什么，金木花也好，然后很多我们看到很常看到一些庭园植栽的那些东西，就是要修得整整齐齐的。以及你可以去看，有些人让它那么多芒草，那么多鼠尾草，那么多看起来好像不是，好像是杂草，为什么都没有割？其实大家不要误会哈，其实。这是即马蛮流行，也让这个邀请的是吴淑媛设计师，一起留英国的一个景观设计师。英国他们比较希望能够顺有自然野放的方式去保留它一个原味，所以经作者拢是让台湾原生种的一个植物，这些原生种植物在自己的地方长得会更好。伊会当保留咱原来自然的一个台湾其实咱的景观应该长这样子的，而不是讲咱拢去种一寡园艺公司提供给你的植栽，就是较看的，你刚你讲看，其实都不出那几样的一个植栽，但是有些人它有它的特色啦。伊希望讲用它属于咱家己台湾特有的植栽，然后在这个庭园呈现一个自然野放，也符合这个建筑，其实伊就是一个文化的空间。这嘛是伊的精神。对啊，文化的空间，我觉应该就互伊发挥伊家己应该伫这个所在应该有基地，然后好啊发展，这就拢属咱台湾的物件。所以咱起来咱感觉想讲，其实我们户外保留很大的一个绿地空间。那8栋主题馆其实是散落在8公顷的一个，对吧？大概分为2大边。那很大嘞。那中间是一个是足大的一个园区。因为这是一个空军的惯区，所以我们特别把空军特加 F51的一个报废的战机在现场哈，所以我们现场还有一个关飞机的平台，也很像铁达尼号那一个船首哈，所以其实现在也成为很多完美很喜欢到那边去拍，因为它是一个很自然野放，所以野鼠尾草芒草在盛开的时候，其实拍起来跟我们一般所看到的公园的景观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变得很多人很喜欢去那边拍。如果你要独特的一些不同于一般的公园绿地，或我们很看到一些游乐区的景观不一样的感觉，我讲水交社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是，咱台南市吼，就是一个文化高度啊，然后呢，咱游客很多啦吼，咱拢是以咱的一寡吼特殊的景点来号召一寡吼这外来这游客啦吼。除了讲咱家己市民，比方是啊，其实很近啊哈，咱比方是那想讲哦，都讲对啊。自己骑车啦或开车很快就到了哈。那么对的一寡外来这个游客来讲，他们有时候来到这个地方哈，或许除了讲这个水交社这个所在能够让他们参观以外，我在想是不是哈专委嘛给他介绍，如果他来到这里哈，想要在附近然后也这样子整合一下啊走一走的话哈，譬如讲1日游啦、2日游啦，然后那么他要怎么样去规划？其实我相信来台南超过8成拢是为着这来吼。那吃饱之后，我感觉应该要好好行一下。竹溪其实是让台南市政府近来花了很多精神做竹溪这个景观的一个再造。咱对体育馆要开始，一直到南山宫这整个
竹溪景观的再造其实已经看到成果哈。我们刚好又在竹溪的对岸哈，所以咱对于竹溪对于体育公园行过来水高峡，其实10几分的时间。对，那咱们在南门路一路往孔庙文化园区走去，其实就是进入台南市的历史核心区。以早要进入孔庙，其实是要对于南门峡入米了，然后到府中街迄个牌坊，然后进入孔子庙哈。我想这条南门路，咱讲是咱整个台南市的历史核心区，所以咱对于竹溪那让车停底下竹溪要有很好的一个停车场，或是停在水教社，然后让水教社参观完8大主题馆，然后再到我们户外庭园拍下美美的一个照片之后，我们可以一路往孔庙，孔庙那边有文学馆，还有府中街，那台南市很多重要好吃的美食其实都在那附近，包括丽丽水果冰、爱国妇人馆，然后一路往台南市以前最繁华的街道中正路这一带，然后往国华街、康乐街，我想这一条南门路一整个到民生丽园，然后一路再往我们现在台南市最夯的广场和乐广场，可以说是我们台南市目前最夯的一个旅游路线哈。你不但可以走很多。看到很多漂亮历史的建筑也好，或是自然景观也好，然后又有很多好吃的美食，在这整条路上都可以让你完全满足。所以你来台南，我觉得一天应该是太赶了。对，如果你要吃那么多好吃的东西，我觉得你很适合安排一个2天1夜。对，而且那附近也有很多星级的饭店可以让你住宿，包括很多很有特色的民宿。我想这一整条路一走下来，我相信你会觉得。不管是满足你的口腹之欲也好，满足你的视觉景观，还有满足你心灵对文化层次的一个需求，这一条路绝对是你最好的选择。感谢咱庄委来跟咱乡亲朋友介绍咱水教社介绍个较详细啦。最后咱庄委刚有什么话要跟咱乡亲朋友讲？我想最近大家都忙着在抗武汉肺炎了哈，那市长也带头每天在防疫这件事情非常的一个认真的在防疫哈。对。那市长也一直在呼吁说，我们不要因为防疫而忽略了经济的活动。那但其实咱大家都讲，对水高峡一到和乐广场这整条路其实都非常好的一个户外。对。所以那欢迎大家到台南市来。那么我们今天也感谢咱乡亲朋友的收看，谢谢你，大家下次再见。